续来看台中港有一个钓鱼仔的示范区，环境真好，鱼仔种类真济，钓客真爱来钓鱼。为着要互更较侪民众嘛会当体会到钓鱼仔的趣味，地方甲代表是积极争取，要来设置着亲子钓鱼平台。一家人伫报案顶哪看哪讨论。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邀请相关单位的人员到台中港北堤钓鱼示范区进行会勘，讨论要设一个亲子的钓鱼平台，提供优先的学习环境，鼓励乡亲透过钓鱼来认识海洋，让孩子可以接触海洋、认识海洋，然后知道什么叫做友善钓鱼。台湾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我们孩子对海洋的认知其实很少。这个亲子钓鱼平台估计伫年底进前会完工，明年就使对外开放。未来嘛，希望讲伫当地增加咖啡厅等等服务设施，将这个示范区转型为钓鱼园区，提供亲子的活动空间。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